来这个24节气已经过秋分，但是日时也是真热。台中雾峰区域病院的中医师提醒民众，伫咧户外做功课，爱会记得啉茶水。若长时间伫咧冷气房，嘛爱互家己叮当流汗一下，安尼冷气病才袂找上门。 即摆气温有当时啊，嘛是真恶热。伫咧路口做工课民众精神好，若是无做好防护，或者是袂记咧补充水分，头壳会咸，爱说你可能是着沙。那这个宕机就会变成说，你可能会突然间汗流不出来，然后昏倒，或者是你就是，或者是稍微轻一点，可能会有点头晕，然后拉肚子。长时间踮伫咧冷气房内底，互热无法度排出来，卖互身体无爽快。提醒民众爱有运动惯势，互汗排出来，身体才会用。长期在冷气房工作的人的话，还是会建议要有适度的运动。 真侪民众着刷，若感觉无爽快，容易家己口刷。医师提醒民众，要注意撇开大条血管的部分，莫分清楚是阴素或者是阳素，较袂愈口愈严重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